下早好米些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明珠。连登讲讲嘅蓝色太平洋，也特别有人同相爱嘅天然环境。山那尾灯江咸嘅水，环境非常嘅清幽。出面也特别有拍飞毛嘅好环境老泉水，有所学出来全国都有名嘅黄金海呢。另外呀，上喺台湾后山铁山嘅橋位，係一種可以來當中從嘅老師呢，使用唔美嘅植物咯。了領導人按樣嘅老其變化出本人嘅講起嘅美食體驗咯。今日呢就帶你民族跳下來去數鳳鄉，禮品上口感鮮甜、風味清好嘅黃金海嘅泰餐，還有上身如果也係煮熱菜都會清蘸到嘅口味料理哦。來哩！數鳳鄉嘅東片和西片分別係海岸山脈和中央山脈，海順嘅天氣又滑又漲，河壩打下來嘅泥沙誒，形成嘅又滑又皮嘅數鳳平原，也特別種嘅各種果子，皮合菜地嘅農地，當山脈嘅水果無通農業，本數鳳有能愛藏數鳳皮嘅好名聲哦。就文獻記講，頭擺還有一批原家移民來到了特別嘅開墾。老鹹鹹嘅天下潛水，開做水產養殖專區。哇，花蓮一頭邊啊，真嘅好山好水嘅好地方哦！嚟老車太高呢，主要都有頭邊嘅，嚟去看下叫到頭前喎。Hello， 車太高，明珠你好，我來了。哇，你按做就都係無限呢。啊，嚟做唔得下去嘅。幹嘛？哎呦，唔怕啦。冇辦法。 Yes。排泄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車過花太高，中立平靜行業，新地落實當小花，啲數鳳鄉休閒內嘅經歷已經超過20年咧，對養殖有當成嘅實務經驗。佢講養水愛先養奶，鄉嘅休閒內就愛先養水，堅持照太自然食不掉嘅概念，學自然嘅上山或是嘅上山道理。漳州的學出康健飽滿嘅好漢呢，為了實際體驗漢內採樹嘅過程，所以就做起裝片，聽太哥落到鼻頭去了。太哥，人家一路來噶，這邊全部歸太平咧，全部都係休養嘅漢呢哦。係啊，哇！呀，休閒嘅面積哦，差唔多有459到500甲。這麼大片哦，而且還可以嘅吃，唔會凍成咩？唔會啊，都係一隻嘅。呀，漢嘅富嘅水質清好啊。唔過係樹村係一隻漢呢。有。真的，因為那個水可以來凍槍。係啊係啊。它就是沒有什麼雜質這樣子。看那麼乾淨。呀，小鳳嘅水質清好。哦。呀，都係嗌做漢嘅機器。做漢嘅機器。係啊。可是漢人沒有嘅棒啦，鹹細口棒啊嘢。佢咪做得唔過大量樹上嗬，可以用漢嘅機器做。真勁哦！係啊，用嚟做新資源。要走過去是不是？係啊。哎，香哥，第一度應該就叫吸塵器 Q 幺按鈕，用毛大佬給裝起來，對不對？沒啊，其實要用鋪呢。用鋪呢？你先把它來，你看啦。好。有嗎？你看。哇，好多！借我看看，好多！大豐收了。好。哇！夏太哥，我看這個後全部是按鈕銀黃色的，像是黃金一樣。這個品種的管係什麼？呀，漢的不是暗黃哦，也是體型老水的關係。體型老水。呀，數鳳哦，呀水全部自然湧泉。對。花東壯府哦，呀東片是海岸山脈。呀中央山脈。所以我們在多個山那個呀，大邊。壯谷啊，花東壯谷，呀水清好。哇！漢的休嘅真係。活泉水用出來呢，人家什麼人家用嘅活泉水是讓皮膚養顏美容誒。係啊。但漢呢，養顏美容變成銀黃色咧。係啊，清講好。漢內嘅種類有當多種，好多花按到拿。
上地各種河巴、地塘和湖地度。豐田玉山區留下來嘅泉水，本屬風向有匹比無嘅陽春環境，用沙沙天挖出來嘅天下泉水，比亞特別神聖嘅台灣太旱呢，品質當好，又數到天天，因為旱呢嘅河金黃色，故所人家喊佢黃金旱呢。太哥，呀個下坡都在興用嘅都嘅金行流呀條旱呢呀。下坡啊，全係沙嘅。全部係沙嘅。係啊，呢啲沙嘅哦，也反映喺度，也人家會要產水自然養成，哦，一水嘅活水養殖，哦，一旱嘅流啊清潔。太哥，呀條旱呢要什麼解啊？一旱呢去綠藻，是微生物。綠藻哦，微生物。故所呀個水藻蠻用強強嘅。係啊，跟住咧，黃金線要試啲飼料啊。太哥，像呀個旱呢啊，上到按太子啊，做得世界下我幾多張嘢？差唔多5年到7年。5年就做得咧。馬個季節來，老幾做起來要較好。按一般正宗嚟講吼，差唔多新歷嘅3月到10月。可是為什麼旱田較下會較少咧？旱田啊，個綠藻繁殖很慢啦。所以也肥滿度哦，就冇按飽滿。冇按飽滿。正宗吼，3月到10月咧，個肥滿度真高。所以說，哎呀，它7月嚟了，應該是正旺的時候吧？因為天是暗夜，我都快肉乾了。旱呢係公馬同體嘅生物，有一對純葉嘅水管，做得地質水道嘅藻類、流通活性都有生物。一年四季，第4月到10月出生嘅旱呢，料表飽滿，蜂蜜清沾到，因為度好係日頭充足，綠藻繁殖的當家，食物充足嘅原因。黃金旱呢，天朝要有新鮮嘅天然環境來育，更加通過釀調嘅檢驗。漳州的松葉加工廠去投稿哦。呀，安尼小份啊，我來像娃娃姐，娃娃哦，對，我來老人啊接收，呀個旱呢要用來分級是嗎？對，好大聲哦。對啊，因為它在做震動篩選。那一定要這樣就對了。對，而且它還有水耶，幹嘛會有水都給？水的部分呢，主要是清洗這個繭，有沒有？上面有一些泥土啊跟沙子，它要先做清洗的動作，然後透過震動的方式，把小顆的往下震，然後它就有分大小顆不一樣。大的話，我們就拿去炒菜啊，炒來吃。娃娃底下都會養那該東西啊？哦，這是比較小的蚬，然後呢，它很特別，就是裡面它是共生的，有其他的螺類，還有石頭。那我們就把它做挑選的工作，挑選樣式來，對，再把它第2次篩選啊。對，用人工的方式做篩選，所以其實蠻辛苦的。那你要給空出來過後，要做嘛該嘞？哦，到前面的部分呢，我們拿去做原料，做蚬精、蚬锭，還有蚬的一些加工製品的一個原料。這邊要在幹嘛嘞？其實啊，因為它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品質的一個保證，安全衛生的保證，所以這裡最後會做一個洗SPA的動作，幫然後大大的洗澡。旱呢要洗SPA？對，除了這邊洗到了，還會去一個 SPA 區再下壓洗一次，哇，這樣才乾淨。那我可以一起進去洗嗎？待會你試試看哦。一粒一粒的鹽條透過環嘅黃金旱呢，當飽滿又太粒，還會經過 SPA 級嘅洗清理，轉到佢堅堅嘅樣嘅。韓國話黃金旱呢，唔但將做得用做食材，製作好食嘅料理，未做得用科學化嘅技術，好好嘅來做旱呢葉，撈旱錢也得有保健食品哦。哇，娃娃你要倒閉，還有一大片水桶，本人下這都要倒閉。厲害呢！對啊，他們來這邊就是摸蜆體驗哦。明珠，我來跟你介紹今天要帶你學料理的辣料理達人。明珠，欣姐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夢來要跟你夢2年嘞，你好。真的嗎？真的啊！我跟你有什麼約定嗎？因為哦，我常去看客家天台，我想了俾地方安講，你讓我冇來，阿你阿終於來了。地批形態字，桃園龍潭行業。第一排見面，我就本佢黏黏嘅番邊頭熱情踩到咧，
當有才情嘅佢，經驗當豐富，就算係冇教養嘅兩代，佢都做得全心去做，冇乜嘅困難。做下料理係佢好嘅，咪係佢強嘅喲。做得本簡單嘅食材，變做係落水嘅秘密，就係佢親愛嘅成就。蔡小姐，今日安排娘反應都要到畢業做料理，哇，氣派耶！哎，户外BBQ的感覺，真的，連觀眾朋友都會懂新鮮呢。我想講，唔得盡量來了一了，我盡量按照做太唔得。不過，哎，今邊有煮漢內筋好冇？要煮漢內筋冇？漢內筋，我應該是會。應該我會做雞筋啦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樣。同樣的方法。好，咁來搞開講。你啊，你啊，整神哦，唔去存，唔去個養殖場很老啊，所以你出唔撞過來啊。先嚟好，再用發水，發水呢，從水按7點鐘，7點鐘做，本給吐沙。對。吐完沙之後就是可以料理了。做的料理，7點鐘。7點鐘。咁樣就做來搞，太講用做一個蜆筋。啊，真簡單啦哈！人哋古老的秘方哈，古老的方式挺簡單，一隻太盤的，一隻細盤哈，出落去，要細盤出落去，吸落去，都見都都結破。一係就不用要攞杯一層哦，不用兩層，而且不用均勻了之後呢，那其實就講老做雞筋係共用誒，做一個雞筋咩樣呢？它就是最後面啊，本來嘅用壓力的關係，米啊，前後一個精華的部分收到底度去，攞杯全都找位牛，對不對？同樣的方法，是古老的偏方，所以安尼嚟做誒，骨管清好哦，骨管清好。天寶嘅內部擺滿已經洗槍，用奶膏嘅黃金漢呢，內部各檢上過夜，各檢上天寶蓋，啲開關跳起來嘅時節，切推中的天通動昂嘅波喏，我先洗你嘅流氣細密嘅漢呢，呢時節。規波嘅黏嘅漢內精華就進入到空溫地度去咧，一個簡單自家做嘅漢內筋，按樣嘅細樸素，唔但將當使用，韓本人直滾講漢神奇喲。呀個呀真好食，比不用人嘅個係個蜆筋啊，比來漢內米是凍牛誒，青牛哈，對，純蜆筋啊，純蜆筋，而且細加很多嘅時間，媽媽一定會整一個。吃落去很多就會開較好，然後當捏着鼻子喝，因為會很害怕那種味道。這樣。不過哈，今日呢煮個蜆筋蒸蛋哈，生意呢輕愛食，所以呢，當然吃到的時間之後，哇，原來是這麼好吃。真嘅，真嘅，來做。好，佩欣姐，你有冇翹出來按好又按冇做料理咧？因為啊，我哦，要靠廚師執照，小心哦。真嘅，嘿，我有廚師執照，還有解說員的執照的，有，我有領隊導遊執照。哇，多才多藝，簡直就是才女耶！不是啦，是因為媽媽過世之後才開始振作起來。這些時間媽媽照顧挺好嘞，不過最後時候媽媽舌癌啊，舌癌10年，聽沒唔會講花時間啊，這樣子我講媽媽不愛按好的上哦。啊！一定會多多利用，所以我這樣出來做導遊。以前我定遠航做呢，我離下啲咧去做個輕歡喜啦，輕歡喜。啊，安尼出好了，有看到嗎？安尼就好誒，安尼出好了，遙遠的，加咗加落蜆筋哦。好，來，全部加落去全部都到了。OK， 好。哇，我已經撈所有漢嘅精華撈得一亂，都強下，我相信這營養成分200%吧。加點鹽巴誒，做乜搞加米酒咧？加米酒去腥啦。哦，這樣我們從剛剛這種小朋友如果怕，對不對？星星姐姐最擔心小朋友不喜歡。嘿，對。細心細意嘅披心記，先撈亂高高的一擺，將並入天幕地度。佢講按樣嘅漢內筋蒸亂，將會好食又好看哦。接下來做蛋糕已經準備好各種嘅食材和調味料，下一出又會變成乜嘅上癮嘅好料呢？佩欣姐呀，係乜嘅？兩個會貼好嘅漢內丸子。地都有包一個漢內肉哦。當然咯，來，蔬菜也推進來。提前要注意啊，個衛生安全注意的。我這一點冇吃講啊。我說個地都係漢內肉係熟嘅哦。會炸嘅哦。係已經熟嘅漢內肉熟嘅。係兩邊黃金蚬貼配的，用乜嘢？有這種用嗎？有。真嘅年輕好食哦。好好吃哦，懂飯嘞。你自己看。因為佢全部精把控都低度，不是很適合落去啊，全部都會給一種像喝蜆精的那一種味道啊。
吃哈，当然好吃那你要这啊。样就可以吃很好，走马该打工。哎呦，你要做真人的最爱吃的炸拉丸，再来好玩。错好，那刚刚买该走哈该分呢？你看吼，我就会独门秘方哦，有盖章会哈车，你还哪个？你想个点嘛该哦？嗯，哎呦，其实我才拢有讲嘛该，好俺。冇跟你讲。其实呢，俺炸料理的时间全部他家大师傅专门全部会帮你来分。薯泡粉，嘿，我们操！我天天都在遇到，好吗？俺要成冰一杂乱，啊，不用冰乱。乱落去呢，你还好注意了哈，这样会有那个 Q 口感。好，那你搅匀了吼。哎，按你描述完呢，全部都在再过来嘞，再过来，出不样煮泡粉啊？薯泡粉好。但要薯泡粉，不用落去，做嘛顺风还不用要给粉呢。哎，不要啊，你还有那个番薯粉啊，哼不用番薯粉，安尼吃起来这样会切切，安尼小朋友的口感 Q 感才会好啊小朋友 Q 感，Q 感才会好。因为生年的要我一直觉得佩欣姐像幼儿台的佩欣姐姐的，哎，我都想要变娃娃音，她 QQ 的这样。 QQ 口感很好，这样很好吃子孩子就爱吃，好吃酥酥脆脆，对，酥脆脆，好嘿来吃。泡发经验同接受得到，不过这次偏心之讲的泡汉的盐，是运用饱满奇妙的黄金汉的盐米来制作哦。叔叔希望的时节，金黄擦擦有成牙嘅样嘅，真见看眼摇到都市就变杯浓哦。冇一下嘅，汉嘅真正乱咩好食嘅，蛋糕也得为准备好嘅汉嘅，唔高，行我哋擘緊咯，上晝來食了。哇，見每一天的人一地話都有特別印意下來，都兩下迎晚盤呢，有特別嘅風景，真見呢印意從早上到傍晚，但這時節來看就冇窮用眼呢，看外面都還有人見到嘅米漢呢啊。这时候最舒服了。轻熟送，而且又有厚厚的东西要来吃，而且我单看到这个啊，其实我已经进吞后蓝水耶，因为大半我拿不开有超汗的吧，我就自己一个人进羊了水，一直超对。好，我显示那一个嘞，显示那个蒸蛋好不好？好啊，蒸蛋好吃啊。因为蒸蛋等了很久了，你松波喊楼诶按豆给喊能用诶。哎呀，刚才能有些人给他现金蒸蛋的时间，现金的时间，蒸现金的时间，该现金啊。你吃什么？什么？你讲了很多现金哦，哎呦，现金的事情，也来吧，吼因为啊，人家讲人吼，以前从他时节啦，阿妈的时节出煮汉内金的本人都是，所以说要清红吃，清红吃爱吃赶快吃而且小时候都要吃牙给我搅饭配饭，对啊一下只有吃一碗，好什么？这年的挺好吃了，好好吃哦。老人家吃也。好想配饭哦。而且它好滑嫩哦，很懂饭嘞。你自己看，它真的非常的滑嫩。汉的筋啊，因为给它全部筋把空都低度，不是很适合落去啊。亚倒闭都会吃工，全部都会给一种像喝现金的那一种味道啊而且蛋变得非常滑嫩，佩欣姐好厉害哦。好吃啊！对，因为呢，小时候啊，没有煮给妈妈吃，觉得很遗憾，所以现在煮给大家吃，我就好高兴了。这季节是我们吃咸时刻最好，所以它肥满度非常高，它就是有够蓬，有够肥，这样子里面的水好像会不揪不揪，像那个果冻这样子的。好好吃，这个超赞的。那我们来再吃那个什么好，现在泡嘅汉那个丸子，沾胡椒粉对不对？对，沾胡椒粉吃也很好。也有人你想要新鲜的话，番茄酱也可以，小朋友爱吃，好。直接这样吃原味也好。有没有吃到咸肉？嗯，那它的 Q 弹度如何？里面的这个鱼浆啊，它的肉很细，这是用什么鱼浆？鳕鱼酱，你看，因为低度全部会陷，鳕鱼都低度，所以它吃起来是不会那么 Q 弹，可是你就会觉得它的很细致。对，民族唔看有看到嘛？也有几点的汉的啊，汉的肉你几杯度？真材实料哦，低度有汉年肉，那不又是鳕鱼浆哎，太花成本了。啊，这个说看看，好，他当年的料理，这个哦，这个要吃中得用快耶啦，要怎么吃？因为这嘎米头，它这个味道好不好，就是在吸的瞬间就会知道。
唔但唱炒的米丝啊，有个酸头辣椒加甜米以外，它这个汉的基本上的肥满度啊，真的就是很饱满。对。然后有的时候你吃一德汉，你会做工，它有时候会吃到腥味，可是这个百发百中都是新鲜的。没错。所以为什么这里很重视5星级的养殖环境？对。好好吃哦。挑选的时候为什么要做震动粉筛选？如果来个小颗的，就不过瘾了。那你看这个高度，这样的肥满度是刚刚好的。对。要出咸咸的料理嘅时节，稍还要注意1到4气口哦。咸的冰到滚水底度烫一下耶，好一打开来就会流起来，希望咸的肉会揪起来哟，口感就冇辦法按嫩又按飽滿呢。另外呀，也特別天然嘅黃金咸的雞蛋水，食到嘴度當清爽，冇咸的嘅粗糙面，再有嫩嫩嘅香味，撈營養都底度哦。这就像娃娃来讲啊，因为你是公关嘛，咁你一定要给冲呀给提防啊。佢一开始做嘛，该要用那个土地来修汉的耶。其实我觉得这块土地很特别。那花莲土地特别黏人之外，这个地方让我有很深厚的感情。就是从老板的很多故事，从他们在1963年来到这块土地的时候，从云林那边过来，那因为也从那边带来了一些蚬。那在养殖的过程虽然一路很辛苦，但是一路这样走上来，老板就秉持了，其实我们老板是基督徒，那他有秉持了他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3个 L 的概念，第一个是他希望以上帝的爱去领航这个事业，带领每一个员工都能够不断的成长，再来第2个是他觉得第2个是生命、生活、生态，那其中以生命最重要，看见我们的生命，希望我们生命不断的提升，所以有得人如鱼。那最后一个，我觉得也是我非常坚持，就是学习的部分。那希望我们每一个，不管在技术层面上 learn 对，然后甚至在员工的教育上，不断的学习跟成长。那佩欣姐在她的职位上面很用心。佩欣姐，你真的很厉害耶！为什么要这样说？因为你刚刚那边有工作，你有换过很多行业，可是人家他都会做种朴实、做解说员，你每一个都做得很到位耶。因为我知道，买东西一定要专心。我从爸爸妈妈过世之后，我的身体就会抖，会害怕吗？受的刺激比较大，一直是我心里蛮大的痛。就像我一定要独立起来，还要学一点东西，所以呢，去考厨师执照，做得住很多东西，很好色的东西，不太卡色。那是我的心愿。然后呢，妈妈舌癌，最后1年都不能讲话，全部主最挺动听，全身全部瘫痪，拧出勾神嘞。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讲我呢，爸爸妈妈本来好上瘾，传出去做解说员。讲好的地方，你遐最大的心愿就是用客家话落把你介绍出去，争取考个客家话高级认证，做新传师，做小朋友的客家客语方言老师，希望呢，从小教育到大，爸爸教本来的东西，再传承给下一代。当到普通的料理背后，啥空等一段无平凡的生命故事。披星姐遇到人生精彩的阶段，在初天的深心地重生路的世界，辛苦唔过冇受落。佢老10年經過注釋，老希望寄託啲藝術嘅形式上，來上述前人蹒跚高粱以前嘅精神。啲也對佢也對共同通識嘅土地當中，實望勇強嘅來學習，點到得到嘅那個一種人生嘅甜蜜。成就用生命做核心價值嘅事業，用5星級嘅環境修出來嘅漢呢，唔但唱有金黃色嘅好，到了就當飽滿，肉質當嫩又當油，用來做料理呢，做清係慈祥嘅味道，係精神人情好嘅哦。接下來民族帶領大家嚟認識一種植物，按到口味。係一種可以來當將蔥嘅酸嘅又種快脆嘅植物咯。你看那佢做嘅大盤啊豆，嘛介米絲嘅記憶，係有感覺呢。來哩。Hello，
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好，美哥你好，欢迎。南宫，你阿岛毕也有这种茄味哦。哎，有种调茄味。好啊，待会我来去认识了解一下，可以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可以，多谢。从英健睇過，廣東梅煙行業超強執政，完全看唔出來已經70太人歲咧。佢簡述11歲、12歲嘅人生哲理，用自然農法，地書紅強中嘅當到特別嘅作物。阿莎莉嘅佢，每一位安陽高嘅年聰明好朋友，從頭用東西換東西來相互幫襯。總太哥，我有聽過茄味，沒有試過，可是我完全唔知佢到底係啥人用嘅耶。哦，你下茄味要錄入的啊，錄入的。在哪裡？在這邊啊，這邊就是啊。這邊？哎，這就是啊。你說這邊都是哦？哎，這整排都是啊。哦。哎。有沒有想到有點像是雜草哎？對啊，它就是落葉了，錄入的啊。哦，落葉嘅個地度誒。那個茄味就做得吃了是嗎？做得吃的。哇，做得吃的。那你是不是沒給他喝水啊？有沒有愛？要不冇馬降水。冇馬降水。所以它不是生馬個水。不是馬個水。真勁哦。好啊，為了證明你這是真的，不然你挖出來看看好不好 ？OK。也可能。哎，按鬆哦。對啊。這樣就可以拿起來嗎？可以，按鬆的嘞。哇哦！要哪裡兩個鬼？哦，凍槍酸頭哎，而且佢吃出來就凍槍哎。對啊。哇，這做的這叫什麼？做的啊，做得起來。溫鹽的西龍啊。這個是什麼？這個是叫火松，也算一個玻璃珠。然後太陽神蛋哦，要做瓦薩比。真的哦。做咩？做乾了。老兩個空中啊。溫鹽的西龍啊。哇哦，有一些像酸頭，有一些像太重頭。係啊。佢當辛辣誒。有啲也辛辣。哦，亞洲應該對身體都好哦。都好，而家會殺菌。會抗癌。嗱，酸頭凍槍，不過佢全部係一粒一粒獨立的，唔係包裝下啊。唔係。一家一家嘅。叫佢分開啊。哦。路口有按到口頭、口尾，政府獻機講，頭擺地里春嘅時節，就會獻5種春天生出來嘅野菜嫩心本春神，將做得青花太天，讓人體磁場。5星地度就包含嘅路口，我說春天是口尾，未代表青花娘性嘅意思哦。這樣就起來了，我可以鬆開來按。哇！誒，真勁呢！睇到也嘅萬個時節中，叫那個半月左右。跟你叫做嘅菜樹啊？多年代，20年咯。20年才做得上。松標係講緊葉皮啊，即係幼幼嘅。葉嘅，那個路橋的葉子，我做種哦，落葉嘅，當漿啊。佢開花麼？佢葉來做種，佢叫開花吧，佢係來舒緩來反側也係用嘅咧。唔係，我種了種嘅，佢嘅本來嘅種子。我用嚟種啊？用啊種分開啦。哼。也按拔開嚟啊。對。較細粒嘅就種2粒，啊，種這樣就可以了。較大粒嘅就種1粒。這麼方便。剛才你話就做帶成一起鋪來種嘅啊？做這個可以啊。咁你做乜該會先要種東西來種？因為你要客家人啊，因為一般來說原住民佢都會食呀。我哋會帶很多原住民啊。哦。原住民附近鄰居都有原住民啊，所以我們都跟他打成一片啊。其實我送埋來啊，法東家哈原住民朋友們來講，就是說這種東西他們是從小吃到大，而且爸爸媽媽就叫他們吃的，對不對？對啊。吃了才不會感冒啊什麼的。其實當初嘅30家行啊，已經賣到8個月啦。真勁哦！賣冇啦哦，這鬼片那種。真的哦。鬼片那種啊。哇，那可以這樣問嗎？佢嘅效果敢會比蒜頭好？較好。真的。口味特別嘅香味，香蔥嘅又香酸嘅，佢嘅米線有佢自家嘅精彩。太哥講，
路口除了本店吃来食以外，客家人直接用口头攞來拌飯。家嘅飯米同鐵片，要係茶飯嘅小食，其中有豐富嘅維生素、纖維質，對人來講當健康，做得增加免疫力。做啲明朝嘅時節，就有下定詳細嘅藥用功效哦。太狗跟雅叔那樣。嘿嘿嘿，哇，嘿要不要過來？過來，過來，過來，來，過來。第二个黑泽省看的这个，我们刚才去看的这个茄味啊，这个是什么？怎么那么像蒜头啊？又变圆形的。就是叫火葱，也算一种玻璃珠。火葱、嘿嘿嘿，玻璃竹，对对，可以吃吗？可以，小粉吃看看。好，哇，上来董秋那种日本的阿美达买，嘿嘿嘿，然后哈，我们太阳神上哦要做瓦萨比。真的哦。應該凍拉咯。這就是會飲色。哇，很像迷你的太葱頭誒，咩一片一片那樣的。很像，怎麼凍乾了？老兩個公鐘啊！威力好強哦！那都係有連頭來耶，還過癮哦。第二個食到最多、最味當強，又加凍辣，會吸人嘅食物，很多火蟲，係當到原住民朋友真中意嘅好料。唔過當到人為了口味，老火蟲冇窮樣，其實係冇正確嘅。今日也是有學到嘅哦。太哥，我今日來呀，係想講，也嘅咁做就本來帶去做料理，你們有較要做嗎？做的啦，你愛做係希望太太讓我搞做的啦。真的嗎？你過來就再教民族一下。太子，你好，你好。陳寶蓮太子，西天下好路，自己還係4年嚟家下，醫療咁強也愛嘅負擔，做就學會騎樂產呢。你做下地路來天數，未練出來對料理嘅興趣有成就，做得正確嘅把握搭裝食材嘅貼心，用技術食出來嘅經典，表現自己自家風格嘅特有和明星。哇，太子，你看已經4槍一個後，看起來都斜趴，而且它這種顏色，吃到講底部好像有很多水分，啲水分凍凍。吼，係，啊，你雙杯要唔要咧？入邊強文類咧。入邊啊，做得炒菜，我較早咧就做得炒。看嫩的會做得炒，哇，好可惜，看100來，真係是。一做得種青豆紅菜，周董的紅菜，好啊。為你咧哈，對，會切片，哇，切2片，好，對半，哎，那要給我做嘛嘅？要炒羊肉，我炒羊肉，哎，哇哦，好，要炒幾多好食？好，我摸來讓天數一下。好，我切。反正就切泡就好哎。好，要條皮呀嘅羊肉色是不是原住民？每個較早是嘅原住民，你客家人哈，是嚟冇平用啊。哎，客家人們有，我客家人懂少少呀。有，你係客家人嗎？哎，我咩係啊？也未係，我爸咩？我爸好容易。那你從來啊、花蓮啊、到位按到原住民啊，你有學到什麼老亞嘅做原住民傳統的料理？傳統嘅料理嘅原住民都，佢就老掉嘅珊瑚礁，個鹽啦，冇長講，你客家人都拿來炒菜啦，白紅菜就做得炒。了解，家哋會是原味開豆啊，你冇開豆去邊你了食了哈，對，你哈，魚乾，魚乾，係，真的哦。太子年代就當好煮食，接親身落做下，美好老零沙原住民朋友共下分享，看佢哋處理食材嘅時節，當專心嘅用嘅簡單片菜飯料理，撒充滿點豐富虔誠嘅心意。太子，今日嘅口味已經準備好勢嘅，我來做點來炒咯。爆香咧，用也不要香哦。哦，先炒。一般都會用蒜頭米，還有個辣椒味加。好，下去聞聞看味道。哎，哦，這做米湯老蒜頭冇香用誒，佢皮起來較甜，較香。而且它是香黑凍。
清脆的韭菜的米头，韭菜的甜味那样子。做嘛留起来呀？吃只炒唔就好诶。嘿，等下哈袂香燥，嘿，香燥啊，嘿，它莫按好吃。因为你知道吗？酸头底的比较香咖，就会有一些叉叉、酥酥那样子，比较香。这个米头都出来嘞，哎，啊，了安尼会真香哦，所以要要吃只做的炒来色就好诶啊。了会甜香，了会香吗？香嘛，还有那个辣椒会落比较香。香吗？也就会一般的做饭嘞，啊，不过那个口味我先拿去炒起来。这个先炒起来。迄套的米是全部会甜的，有些像炒韭菜，没像会炒太葱头的那种甜米啊呢。啊，了炒好了哈。好，不用用落去，用会翻。好，羊肉要怎么去腥味啊？那就用到那个太白粉，就一堆嘞，用到那个。哇，好，所以要把握时间哦。那就用到那个卷菜，口味有哪个不用？蛮厉害。哇，这个羊肉啊很新鲜，做我们的炒球对不对？啊，不用多水，不用得会水落去，啊，不然糟啊呢。啊，那就用一堆那个沙茶酱。酱香炸，啊，了就。可是如果炒羊肉要给它有一点甜酱啊，要吗？是啊，勾芡一点。等下哈。都不用得会盐巴的落去啊呢。啊，就不用丢那酒，最后面不用一些米酒啊呢，去一点腥味，对不对？去腥味，还有一点酱油，一些调油。再去那条做饭全部你竟然研究出来呀！安尼管用。蒸流起锅嘅好菜，濃濃嘅香味衝出來，鹹顏色嗌出見到嘅香香，口味老羊肉搭配嘅清好味絲咧。撒下來，備好嘅雞肉，放落滾水底度，燙一下嘅過後留起來，準備甜甜太子來學下呢出好料了。口味，這兩個加拼在一起，叫做雞湯。雞湯，OK， 用下單純的米頭落去煮啊。先下去，這個先放下去，好。哇，它在水裡面都站起來了，都會立起來啊。那種雞湯啊，是落去加個清甜的米頭，還有加落去像是雞精的那種甜味，規則是落去感覺到營養滿分，米絲咪100分呢。水里面都站起来了，都會立起來啊。滾的過後要全部鋪起來。係啊係啊，啊等下嘅鋪起來哈，啊你嘅雞肉放下。好呀，啊雞肉全部放落去，半隻雞的哈，土雞的對不對？我看它的皮的厚度我就知道。土雞，東皮的牛。它好食，它有彈性。大姐，我想請問你，剛剛來說下個口味剛哈，因為雞蛋香是它有一些辣，啊，邊碗都落去，等下會不會非常辣？唔會甜，就跟蒜頭雞湯這樣是一樣，是不是？然後會甜。等下吼，這個地貝嘅湯汁會出來嘛？肉浸到水啊，啊，這個湯汁會出來，啊，會甜甜嘛？會甜。那我問你，按樣我比補幾久啊？我鹹過嘅冇？會。我鹹過補幾久？差不多15分咯。等10幾分鐘，還要分夾米透出來，是嗎？啊，唔是加碼調味料哦。等下袂好咧哈，加個薑絲、泥飲，也不用加那個米酥，唔是，弄一些鹽頭，個口味就又甜咧。哦，哇，古時候有個口味雞頭米透啊，有個口味釋放有個甜味咯，再用鹹米撈個甜。會養生啊。拌拌嘅火煲嘅湯，係慢加入任何調味料，抵打開煲蓋嘅時節，對現在嘅口味衝出來嘅清香，撈雞肉嘅鮮甜完美嘅融合，個放入檸檬、薑絲，撈一系列嘅鹽巴來提味，親身經歷嘅現場都處理食材，俾本愛行卡了解到大部分食材嘅珍貴。太公，
个太姐，是不是平常啊都跟农家无闲噶哈平按部头做的生意传单，感觉特别幸福啊呢？係啊，对不对？而且一家人从啊是的，全部转来了啊，哎呀，也就会挺辛苦的，感觉到那种很满足，懂踏实啊呢。係啊。哇，好第一百次都要给口味太纯哦！第一次让我看到就让我一饱眼福，边吃按斗吹色。太姐你好棒！先来是要给炒羊肉的吼，因为很香哎，又要给沙茶酱，哦，要给蹦番青好哦。罗定二种的要给口味更好来食。米丝含夹不？而且还要给口味给转做甜味的，罗定要得全菜羊肉落去，羊肉一时都唔会出香。口味呢，是我讲其他全都甜的，同像迄种像太重头煮久的个后面安尼，全都甜味安尼。那它的呛味哪里去了？煮落去哈，伊就蒸发出来啊。哎呀，袂像讲安尼放入来上安尼。好好吃哦！泰国人吃满意吗？可以啊。对的。我觉得港中人啊，生马给都之后都好吃。港中人吼较凊彩食啦，有好是包就好嘞啦。你平常时没有点泰国另外一种甜吗？有，当然会出嘛。按大班都按酱有一种甜。啊，当然会做啊，莫做就做啊。啊，地府卡做唔得啦，要做六饭不是。前两天那个迄鸡汤哈，那个保卫按久的够好啊，我觉得它的汤有没有，东牛都像已经黑是高汤了一样，很浓稠的这样子。这个调的哦，必备个汤汁哦，全部啊煮出来，熬出来。那种鸡汤啊，是可以加个清甜的米汤，还有加落去像是鸡精的那种甜味，规则是落去感觉到营养满分，米线的100分呢。这个鸡哈，弄有机鸡，吼啊，弄加中山鸡，就三鸡。哎呀，米汤真劲浓好诶。啊，你煮了哈，煮了哈，弄是中鸡，眼椒的米汤。总盐煮好嘞。也给不用三节啦，肉质真劲浓翻嫩，好嫩的鸡肉哦。很自然。而且它跟做那个调味啊，我好爱哦。煮过好啊，给吃到有一全部绵绵散开来耶。绵的粉更好吃。粉呢？泰国肉还没种。从细都种的啊。从细都种的。从细都种的都也已经係博士級的港中人呢。我退休的。我退休的。农业博士的。农业博士啊。农业博士。真劲哦。卤口味嘅方式有當多種，麻膠係泰雅族天然嘅散腐酒，用來卤東西，米絲同貼片，炒過後，新麻撈後連頭，有一種檸檬香茅嘅清香。另外呀，用麻椰水卤嘅口味，口感當優，鹹甜又脆，係傍飯傍酒當都好嘅小菜喲。哇，太奇，你因为边吃按都会吹色。刚刚你有讲到你有去考这个厨师执照吼，这个按有兴趣做料理哦。啊，就洗，吼，就煮啊，倒水咧啊，想讲啊，恁这个笑讲为什么？试看啦。几多岁开始煮菜啊？7岁噶。7岁？哇哦，佢7岁噶英国还名唔多做头哦。嘅。豆丁呢？唔係，嘅沙條、山楂安尼，點嚟哈？安尼煮嘅。哦，佢用是冇做頭。細吼，你講嘅港苦面啦，要話是煮好咧啦，啊要那度馬雞都咧煮馬雞啊。係啊。咁你做乜噶？佢用是係不得已而煮，咁你做嘛？後來變到係自家有興趣咧。啲生意咧，會試啦啊，較早較冇試啦啊，想講要。你就好事喏，啊都變本生意事。當到爸爸媽媽全部都會為了生意呢，去做改變，去做學習班呢。你煮嘅吼，生意加考嘅事啦，跟我背去都唔好食。老娘伊要開做慣吼，因為也有看到娘要開商品安尼。
啊，毋过泰国也哈吼70岁诶，做嘛甲行为无限，应该做在休息，那了了啊行啊的啊。整体喊做就做哦，见了咩唔咩方法啊？为什么？誒牛多做啊都去泡茶啦，飲咗酒係啊身體冇都很性格都會烤肉嘅。烤肉？烤肉。那个你也得吃猪皮烤肉哦。烤肉。那个散蛋烤肉。散蛋烤肉是乜个意思？太早退休。火化。对。哎呀，所以要一定要动啊！你走啊，走心里走站较早吧。你要给烤肉会烤人肉是什么？来哦，我亲家都會烤肉，咱來就做吼，身體很保持好。真嘅，也就是能。对啊，看起来你完全冇種氣色色。較早烘，哦，cái空氣嘅啊，較好，較早烘伊咧。本日頭配，較樣本貨配啦。哎呦，洗起來其實骨頭要較用哦。好，只有我按家去烤肉誒。咁冇邊啊？老早秋成發官地30度嘅 M 比起來，還較顯示出狀態高兩公婆嘅博士老的影響。佢也對老港中當作係一種成發嘅實踐，堅持友善種植嘅理念，本作物對抗權嘅奶牛環境低度成長，有嘗試還較享受到土孫內嘅快樂和幸福，對土地都翻作。無論係做農也係做食，都做得享受生活簡單嘅美好，實到一種返璞歸真嘅迷信，也種自家種自家食嘅生活，又實貼又富足哦。蘇鳳鄉係花蓮唯一嘅有經過花東山啦，還有海岸山脈嘅鄉鎮。也特別物產豐富，唔單唱秀出來嘅東寶曼青棧道嘅黃金海呢，還有當道嘅山等等啊，天天嚟去發現哦。車太高運用科技嘅方式，尊重大自然，老一嘅年代看起來細細隻，冇乜嘅大型嘅海呢，變做係黃金海呢。張太高呢，尊重一個節氣，種出來保健有養生嘅口味。經過天時地利種出來嘅食材，感染咬人嘅情感，做出一次又一次嘅好料，傳承的秘密，咩傳承的土地嘅能量。我記得咯，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燃燒。下晝好美食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